支持嚴明熙強勢回歸，自立門戶，然後掌舵變身未來少女，用愛與光照亮舞台。大家等到頸都長埋啦，支持嚴明熙終於翻到嚟呢一次，佢唔單止係回歸，更係一場華麗蛻變。告別昔日港灣，支持選擇親手掌舵，以獨立音樂人嘅身份為自己嘅故事寫下序章。榮升老闆，然後開行謙遜，背後藏住大志氣。支持復出第一件大事就係宣布成立個人公司，然後工作室 Natural Quality。個名聽落有啲隨性，其實充滿支持嘅個人色彩。佢笑住解釋啦，因為自己成日講然後，但係又唔想真係咁然後啦，所以個後字就用咗天后個后。呢份講完都有啲尷尬嘅謙遜，正正反映出佢嘅諗法有目標但唔張揚。一個20歲嘅女仔選擇一條更自由亦更崎嶇嘅路，呢份勇氣唔係講笑。榮升老闆娘 Gigi 坦言自己一腳踢非常之唔習慣，仲自爆係麻煩友，成日半夜3更先諗到橋。但係呢份親力親為，正正係佢對自己未來負責嘅證明。復出頭炮意義非凡，挑戰高難度角色。支持回歸舞台嘅第一部唔係派台歌，而係一部關於光纖之父高坤先生嘅大型音樂劇。佢將化身為高教授腦海中嘅未來少女，一個誕生於1966年偉大構想中嘅角色。呢個選擇呢，本身就充滿巧思，一個來自過去嘅想像，由一位正在開創自己未來嘅女孩嚟演繹，意義非凡。呢個角色對 Gigi 嚟講咧，絕對係一大挑戰，要又唱又跳又演戲，但係佢完全冇怯場，反而全程投入，仲一晚錄起3首歌，潛力驚人。呢份對舞台嘅熱愛同專業，正正係佢迎接未來嘅最好證明。感恩過去擁抱未來純粹之心從未改變，由星夢嘅清潔少女到今日獨當一面嘅工作室創辦人 Gigi 嘅身份變咗，但係純粹之心從未改變。佢依然係嗰個會感恩 TVB 栽培飲水思源嘅念舊女孩，會記掛住由比賽開始就支持佢嘅工作人員。喺沉潛嘅日子，佢並冇虛度，而係翻去體驗大學生活，學攝影，更專登抽時間翻石家莊探望年邁嘅外公外婆，用行動表達孝心，溫暖又貼地。無論舞台幾大咧，佢始終係嗰個重情義念親恩嘅 Gigi。如今 Gigi 帶住新歌《一束光》翻嚟啦，呢束光既係劇中嘅希望，亦係佢此刻嘅寫照，溫柔而堅定，照亮舞台，亦照亮自己親手開創嘅前路。Gigi， 歡迎翻嚟你嘅，然之後你同你一齊見證。好啦，我再列出咧嚴明熙專訪重點總結啦。獨立發展，嚴明熙 Gigi 已恢復自由身，並成立咗名為然後工作室，英文名 Natural Quality 嘅個人公司，嘗試以獨立歌手身份發展。未來合作，佢對未來合作持開放態度，承認有多方接洽，但目前未有簽約任何公司，希望先專注於獨立發展嘅嘗試。佢亦都唔抗拒與前公司 TVB 再度合作，並對其栽培心存感激。復出頭炮，佢將首次正式參演大型音樂劇，喺劇中飾演存在於光纖之父高坤教授腦海中嘅未來少女。角色挑戰，其角色任務係喺高坤教授患上腦退化症之後，幫助佢清除腦中迷霧，守護記憶。呢對佢係一大挑戰，因為需要同時唱歌、跳舞同埋演戲。目前進度，佢已為該劇錄製咗3首歌曲，包括主題曲《一束光》，並已進行咗3至4日嘅密集彩排。個人狀況，喺休息期間，佢重拾大學生活，並上咗唱歌、跳舞、射箭等課程，更曾到北京學習攝影，並借機返石家莊探望家人。雖然經歷轉變，但係佢透過充實自己嚟。完成音樂劇之後，佢希望能舉辦 fans 見面會，並考慮去旅行稍作休息。我上條片估計 Gigi 扮演嘅光同官方公佈嘅未來少女核心諗法係咪差唔多？我完全認同。雖然表面上估錯咗個名，但其實我捉到嘅創作神髓可以話係非常接近。兩者嘅共通點都係一個存在於高坤先生腦海超脫現實嘅抽象角色，負責帶領觀眾穿梭時空。但係未來少女呢個設定可以話係光呢個概念嘅一個升華版咧，
喺戲劇層面上更加高明。我當初估計嘅光比較似一種被動嘅靈感啦，佢嘅強弱反映緊高坤嘅心境。但未來少女唔同，佢被賦予咗一個非常清晰主動嘅使命，佢要守護創造者嘅記憶同腦退化症呢個敵人戰鬥。所以我絕對冇估錯大方向，由一個美麗嘅符號進化成一個有任務有掙扎嘅守護者，呢個改動令成部劇嘅戲劇衝突同埋情感力量都大大提升咗一個層次。可以話劇組嘅諗法同我哋嘅分析不謀而合，只係佢哋行得更前，諗得更深。結語，然後係勇氣與守護。一個年僅20歲嘅女孩呢，係選擇自己開公司，嘗試做一個獨立歌手，係呢條路呢，注定唔會容易行。台前每一分鐘嘅光芒，背後都係真金白銀嘅投入。每一首用心製作嘅歌曲，都凝聚住無數嘅心血同資源。好多人都會同你一樣，暗自期盼佢背後有一位神秘人咧喺心理同金錢上默默支持啦。而喺訪問嘅細節中咧，我哋或者揾到咗答案嘅一部分，嗰個就係人嘅本身。當我哋驚喜咁發現，過往喺 TVB 一直照顧芝治嘅得力助手 Carmen 喺離開舊公司後，幾乎無縫交接地加入然後工作室，呢份情義同信任就係最實在嘅支持。呢個唔係一個神秘嘅金主，而係一個專業熟悉可以並肩作戰嘅守護者。佢嘅出現話俾我哋知，芝治喺呢條新路上並唔孤單。至於資金，正如你所講，芝治對脂鹽粉嘅愛錫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將歌迷會當成提款機，絕對唔會係佢嘅選項。歌迷嘅每一分都係血汗錢，用音樂同舞台上嘅努力去回報支持，先係芝治一直以嚟嘅作風。佢選擇嘅係一條更艱難但係更純粹嘅路。呢條延後之路注定不凡，有芝治自身嘅堅韌，有身邊人嘅守護，仲有一班真心愛錫佢嘅歌迷做後盾。然之後就係我哋一齊努力見證嘅新一章。芝治加油！